今次嘅攻略就贏咗140。今日咧同大家會玩呢個 Mystery Crossword。點解會揀呢個咧？佢嗰個機率啊係唔錯嘅，75萬仲有22張喺出邊，其實仲有14000、2000、1000嗰啲都仲有好多張喺出邊喎。中唔到頭獎都仲有2、3、4、5獎都唔錯啦，係咪先？咁呢個刮刮樂到底點玩嘅咧？喺上面嗰度咧就要刮晒啲字母先嘅。你上面啲字母 match 到下邊，如果你 match 到9個字咧，就有1萬蚊咯；如果 match 咗10個字咧，就有75萬咯。我呢4張入邊有幾多張係中到大獎咯喎？冇啦，中2個，睇下啲 bonus 先。有個放大鏡喎，就贏100噶咯喎。咁睇下仲有冇入邊仲有冇贏咯喎。買咗4張40蚊，記住唔中咧都唔好掉咗張飛。跟住又睇下 bonus word 嗰度有冇 bonus 咯喎。最後呢一張啦，唔係次次都攞到放大鏡嘅，冇錯嘅。再嚟睇下個 bonus 咯噃。JUGGLE Jungle 有啊 Jungle， 中咗個 Jungle 先喎，睇錯啫係嘛？嚟你又中一個。咦？呢個有張 free ticket 喎，3個喎，俾多個字我啦。而家有一張 ticket，Butterfly 係咪有？即係有1張 free ticket。我睇下下邊咯喎 ，PEN。有 QUIT 喎，竟然 QUIT 啊！咦？呢個係兩個啦，又係2個，暫時。哇！好似又揾到一個 H。Hi
I 鍵 H 有啊 H 喎，有冇 Y？ 有 Y 喎，有 G 喎，有 I 喎，有 E 喎，有 N 哇，又一張 free ticket 咯喎，多一個就有20蚊喎。有冇多一個咧？3個字啦，已經會唔會有 10x 啊 ？free ticket 10x 都100蚊喎！哇，3x 啊，即係有30蚊，3x 1x，請大家嚟繼續訂閱加州刮刮樂攻略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希望贏更大嘅獎俾大家睇。